各位觀眾，姜濤做咗 ViuTV 節目《馬時亨獅子山精神》嘅嘉賓。呢個重磅訪問喺10月11日播出，佢仲係個節目入面最年輕嘅受訪者添，連馬時亨都形容佢係偶像級天王，真係好威豬啊！今次訪問入面，姜濤講咗好多佢心路歷程嘅嘢。姜濤有咩好睇？識睇梗係睇訪問啦，我哋一齊逐段睇下，未睇要睇，睇完再睇。Let's go！大家好，歡迎光臨 Solo Talk。今集嘅嘉賓係呢一輯節目入面年紀最細嘅姜濤。16歲生日願望就係自己開始逐漸大嘅時候，覺得好似冇乜太多物質上嘅要求，大家都生活愉快最緊要。講出嚟會唔會唔靚嘅咧？姜濤出道以嚟，佢就成為咗大眾嘅焦點。2018年參加電視台選秀節目，全民造星嘅冠軍姜濤，以大熱姿態成為冠軍之後，加入男團 MIRROR 出道，由寂寂無名嘅小男生蛻變成為香港新一代嘅人氣偶像。屬於 Z 世代嘅佢，原來都儀式感滿滿嘅。訪問之前，專登約製作組話要親自買見面禮俾馬時亨。到底佢打算送咩禮物呢？今日由香港我哋嚟九龍城呢度啦。買果籃，好耐冇買過呢啲嘢啦，等陣。如果要買俾一個長輩嘅話，你推介點樣砌？喺你心目中咩地位咯？非常之高嘅地位。非常之地位。係，不過我今日第一次見。可以再砌啲嘢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。其實唔單止預備見面禮，姜濤都送咗少少心意慰勞製作組㗎。可唔可以俾一單蛋撻啊？唔該。我中意呢個皮多啲咯。你中意邊隻皮啊？呢個係酥皮啊嘛，俾錢。係好啊，70得。OK，thank you。好啊，祝你生意興旺，姐姐。好啊，有緣再見啦，我哋。江湖見，唔該晒。節目開場就真係睇到姜濤嘅細心，佢要親自去買禮物送俾馬時亨，佢特登去到九龍城嘅一間店鋪，揀咗個靚嘅果籃，真係儀式感滿滿。呢個 Z 世代嘅後生仔都識人情世故，夠晒有心。呢個舉動已經睇得出佢對前輩嘅尊重同埋嗰份周到。要有儀式感，又點止一個果籃咁簡單？姜濤決定要俾啲驚喜馬時亨。阿姜啊，今次我哋第一次見面啦。Hello， 馬教授。我自我介紹我係姜。我知。係。我覺得我身為後輩，第一次見面，我想有啲見面禮送俾你咁。咁客氣啊！架勢啊呢個。哇！呢個咧就係只係果籃。係啊！即係都覺得係應該大家都會中意食，你應該都中意食。係啊！仲有，太客氣啊！仲有㗎。而家知道呢個球衣係大家都好希望可以攞到嘅。多謝晒阿姜。仲有兩個嘅，等等。哇！收到手軟喎。係啊，冇錯。哇！我有一個孫係好中意打籃球嘅，就係希望你啲孫就籃球、足球都可以有一個好嘅成績。哇！好嘢！打籃球中意。好嘢！係，仲有。唔係話？OK。希望你啲孫啊、女啊可以一齊睇下呢個好嘅演唱會嘅碟咁樣。哇！多謝晒傅馬教授啊嘛。係啊，所以我一定要收住，係嘛？好言啲字樣衰。唔係，非常好過我。仲有，係嘛？講笑。我好開心。到正式開場送禮物嗰時，佢一嘢就拎咗4樣出嚟。最搞笑係佢拎個果籃出嚟嗰陣，仲講咗句架勢。哇！呢2個字真係好耐冇聽過，直頭係上古時代嘅潮語嚟㗎嘛。一個後生仔咁講，姜濤真係穿梭咗時代，好似老靈魂住咗喺個後生仔身體入面咁，夠晒反差萌。呢4份禮物真係老中青3代通殺，有長輩最愛嘅果籃，夠晒得體又健康，有件波衫同埋個籃球，啱晒活力型嘅前輩，仲有佢自己演唱會隻 Blu-ray。即係將自己個青春都分享埋俾前輩。古語有話禮多人不怪，
所以姜濤一定好正常。年青人好似你咁咧，有今日嘅成就嘅，亦都係俾到社會一個好好嘅動力。作為一個香港人，我同你一樣都係香港出世，我識都唔少歌星㗎，但係我都未見過好似姜濤灣嗰啲咁嘅情景嘅。咁所以咧，即係話咧，你啲 fans 啊多啦，多得嚟咧，唔淨止多喎，表達佢對你嘅愛啊，簡直係好犀利。我相信一個歌手嘅成功啊，因為好多人唱歌㗎嘛。李德爺6歲已經去到天王級啦，咁呢個咧真係唔容易㗎，所以咧係有你咁嘅成就，你一定經過好多辛酸嘅。可唔可以講講俾我聽？即係我細個讀書唔叻嘅，又冇乜朋友啦，嗰時又好肥啦，有諗住自我放棄過，諗住就本撇就曳到尾啦，係啊。嗰個時候就我要去一個好遠嘅學校喺馬鞍山嘅，嗰程車都要搭成個半鐘㗎嘛，咁就我喺嗰程車入邊就又同自己溝通咗好多咯，係咯。哦，你自己開竅嘅。中學有一個老師，佢係全校最惡嘅。而佢都成日都鬧我嘅，但係喺我離開中學嗰一日，佢有同我講過話，即係佢希望我生性。所以我唔知係咪因為呢一句説話，或者話我心入邊始終可能有一個自己嘅夢想喺度，所以嗰一程車就每一日都同自己傾偈，同埋思考將來要點樣做。哦，呢個真係好好。所以可能自從嗰程車之後就生性咗啲咯，係嘛？簡單嚟講，以前嘅白燕姜因為中學老師一句你要生性，再加埋心入面個做歌手夢，之後日日坐1個半鐘嘅長途車程就生性咗。所以話呢，有時逼你坐長途車真係唔好投訴，佢分分鐘就係幫你人生升級嘅催化劑啊！聽完姜濤咁講，真係第一次覺得原來坐長途車都係有好處嘅。係啊，我生日係帶到咁多歡樂俾大家，係好開心嘅。其實一直以嚟都有好多 fans， 有啲就每日報備佢嘅行程俾我啦。可能讀緊書嘅，因為佢哋屋企人話啊，你只要考到唔知幾多分，就俾你去睇姜濤嘅嘢。我覺得呢啲日常嘅好多點滴嘅分享，我都好想像到自己可以感染到呢啲人。姜濤並唔係贏在起跑線上嘅人，但係憑一個選秀比賽，佢揾到屬於自己嘅舞台，受到粉絲愛戴，亦得到唔少工作機會，可以話係成就解鎖。你而家係偶像級嘅天王啦。OK 啊，你自己下一步想做到咩咧？我自己或者我哋成個團隊，其實大家都唔會特別話要特登去追求一啲乜嘢，因為我哋始終都相信，只要將自己嘅嘢做好，你要有嘅嘢就會有，你有時冇嘅嘢就係代表你做得唔夠好。咁所以我哋都係 step by step， 就係將我自己都係啦，即係將自己嘅作品希望可以有多啲共鳴咯，令到觀眾。因為我覺得做幕前表演者，你好大嘅任務，一嚟要令觀眾開心啦，二嚟要等觀眾喺你嘅作品入邊揾到一啲療愈佢嘅一啲情緒或者感覺。係，因為我覺得藝術就係可以連接到唔同人之間嘅一個橋梁，絕對係。所以希望自己嘅作品可以做到呢樣嘢咯。詳細嘅嘢係好難嘅，係因為呢個市場中意嘅音樂，可能同我自己本身中意嘅音樂，又有一啲分別，所以要揾嗰個平衡。所以我希望可以喺呢個平衡入邊可以做得最好咯。馬教授問姜濤下一步想做乜嘢？姜濤話佢同成個團隊都唔會特登去追啲乜，佢哋始終相信將自己啲嘢做好先最重要，有嘅就會有，如果冇，即係做得唔夠好，要循序漸進。佢想將自己嘅作品做好，希望可以令觀眾更有共鳴。佢話做幕前表演係好大責任，一嚟要令觀眾開心，二嚟要令觀眾喺你嘅作品入面揾到一啲療愈，即係治癒人心嘅嘢，因為藝術可以連接到唔同人之間嘅橋樑。佢都講出咗個難處，因為市場中意嘅音樂可能同佢自己想做嘅音樂有出入，所以佢要努力揾到嗰個黃金平衡點，喺兩者之間做到最好。呢個真係藝術家嘅煩惱嚟㗎。好咯，你有冇迷惘嘅時刻㗎？迷惘嘅時候，其實我係慣咗自己同自己溝通嘅，因為我冇兄弟姊妹嘅，由細到大我都慣咗自己同自己。你可以當我係大佬嘅，
係嘛？大佬，冇，教授，即係我都希望其實大家都可以學識自己同自己溝通，因為我始終覺得最了解你嘅人只有你自己。even 你嘅父母、你嘅最好嘅朋友都未必係最了解你，因為冇人知道你經歷過啲咩。但係我哋要懂得花時間去自己同自己去溝通同傾偈。咁可能好多事情你自己同自己溝通嘅時候，你自己就會有一個方法去疏解到呢啲情緒。即使懂得處理自己嘅情緒同壓力，但係姜濤同時要面對眾多 haters 批評同攻擊。今年26歲嘅佢要承受同經歷嘅都超乎想象，亦令佢喺短時間之內急速成長。我知道你亦都係經過好困難嘅時候，因為有即係尤其是而家嗰啲社會媒體咁發達，好多人又會話你啊，咁你點樣處理咧？早期嘅階段我會自己可能 po 一啲嘢去講翻呢件事，或者我都有試過去好正面回擊一啲人，係，但係當然我發覺最後呢啲嘢其實因為而家好快，即係你講完又點咧？即係大家唔會有人去知道個真相係乜嘢，所以我自己而家都學習緊嘅。我覺得身為公眾人物，我都係嗰句係我要接受你做得呢一行，你就係要令到人哋開心。但係有啲人開心嘅途徑，可能唔係淨係聽你嘅作品，可能有一啲人佢生活唔開心，佢需要一啲宣泄嘅途徑，佢可能要借助呢啲方法。咁我就覺得我要識得去承受所有人，唔單止係所有人嘅愛，仲有所有人嘅恨。當然自己都要識得去分辨邊啲批評係啱嘅，對自己有幫助。因為我覺得唔可以你當每一個人鬧你都係唔抵得你。我覺得始終一定有一啲人係為你好嘅，所以我都成日同自己嘅歌迷講啊，即係我成日都話你哋當我係屋企人，你哋要提我有啲咩做得唔好，我都會提你哋有啲咩做得唔好，因為我始終唔想佢哋太神化我。先講下點樣同 haters 呢班人相處。姜濤作為近年最紅嘅偶像，多人談論就會有好多唔同嘅意見，亦都會有好多批評嘅聲音。佢好坦白咁講，自己啱啱出道嗰陣經驗真係唔夠，面對一堆負評，佢最初都試過好正能量咁去回應，但係佢之後就開始意識到，有好多 haters 根本就係將佢當做一個發洩自己情緒嘅出口啫，講咩都冇用。佢話佢仲喺度學習點樣去處理呢啲負面聲音，但係都有努力咁從中揾啲有用嘅意見嚟吸收，等自己可以繼續成長。聽到佢咁講，我哋都戥佢辛苦，但見到佢學識過濾同消化，呢個就係真正嘅進步咯。唔好再為咗啲唔關事嘅人影響自己心情啦，識睇就淨係睇姜糖嘅留言咪得咯，唔使兩頭望。時間真係過得快，眨下眼條片又10幾分鐘啦，姜濤仲有好多嘢未講㗎。不過再講落去，我驚大家真係會瞓着覺，咁就唔好啦。所以今集就講到呢度先，記得留意下一集，未睇要睇，睇完再睇。我哋下集再傾，不見不散。